Musubi by Miss Nana。 Hi， 我嘅好奇寶寶，今日 Miss Nana 帶住一個 original， 即係原創嘅故事嚟俾大家，即係話個故事淨係喺 Story Musubi 嘅 channel 入邊揾到嘅咋。個故事叫做 The Snowflake and the Star， 雪花和星星。去片係一個超級凍到連鼻涕都結冰嘅冬天，有一片白雪雪嘅雪花 Snowflake 喺個天空度轉住圈咁跳舞。Let it snow, let it snow， 我們齊齊來共舞。跳跳下舞，雪花突然間覺得好唔開心喎，嘟住個嘴咁講：唉，我只係一片會溶嘅小雪花，我又唔識得好似星星咁閃下閃下，又唔識得氹小朋友瞓覺，一啲長處都冇啊！呢個時候，一粒喺天上面閃閃發光嘅小星星聽到就話啦：喂，雪花妹妹，你做咩事皺晒眉頭咁啊？好似好唔開心咁喎。雪花就嘆晒氣咁同佢講啦：唉，因為我唔夠你咁閃，又冇你咁得人鍾意，大家都抬頭望住你，欣賞你，為你而唱歌，但係我就淨係識得善親人。哎呀！小星星笑咗起嚟，佢話：雪花妹妹，其實你先至犀利啊！我？點解啊？冬天嘅夜空因為有你而變得咁靚咁有氣氛，因為有你，小朋友先至可以掟雪球同埋砌雪人，因為有你，聖誕老人先至會坐住雪橇咁去派禮物啊！Ho ho ho！ 呢啲都係我星星做唔到噶。哦，你睇下你係咪好犀利？你仲可以俾啲動物嚟做屋企，俾小朋友喺你身上面滑嚟滑去。我喺天空上面閃閃發光，你就喺地上面帶俾人歡樂。講下，雪花妹妹就唔覺意飄咗喺一個爸爸嘅鼻哥上面啦。超！哇，邊個撩我個鼻啊？我個鼻好痕啊！超！爸爸你好 funny 啊！你睇下，你仲會氹到大家哈哈大笑添啊！聽完之後，雪花妹妹開心返晒，繼續喺冬天嘅夜空度翩翩起舞。雪花和星星嘅故事話俾我哋聽，每個人都有我哋嘅獨特 talent， 即係本領。有人識得唱歌，有人係棒球高手，有啲人係數學奇才，有啲人凍喺度就已經會令人哈哈大笑。小朋友，你嘅本領又係咩呢？未諗到？唔緊要，慢慢發掘下啦。等 Miss Nana 送個貼紙俾你，等你記住雪花和星星嘅故事啦。如果想聽多啲 Miss Nana 嘅原創故事，就要 like 同 subscribe。Story Musubi。